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9月7日公司台语台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新闻一开始，先来关心国内疫情消息。国内昨新增加2个本土病例，4个台北入境，其中2个台北入境案例是中营航空的机师，为澳洲回台了后采检确诊，而且有1个机师佮未互因后生。指挥中心虽宣布讲，本地9月15开始实施的机组员加强检疫规定，即马也提早起行路，而且要求中营航空的机组员若为美国、芝加哥飞转来入境了后，拢要居家检疫14天。防疫人员坐3岸到北科富港全面消毒，因为确诊的中营机师伊的囡仔也确诊，伊读的北科富港已经停课，坐3下昼全校做 PCR 检测。国内新冠疫情初3增加6例确诊病例，分别是2例本土病例，石板市甲桃园市分别拢有1例，也共4例是境外移入，其中2例境外移入是中营航空的机师。确诊个案内面无新增加死亡个案，有2例是长荣的机组员机师前舱的机组员，那他们的最近一般都到澳洲的航班，然后回来。然后后来在2天后采检，那这验出来是阳性。中营航空5天以来已经有3例机师，做过2支有风车也是确诊，出现突破性感染，有传染后带出会出来人，威胁到社区。所以指挥中心宣布，自即马开始全面提早实施强化机组员返台了后防检疫规定。最早新增加确诊的中营2位机师已经做过新冠预防针，其中确诊的机师按16120控的囡仔，按16122。8月30感觉敢若掉山，8月初一脑痛，初二因为伊做机师的爸爸 PCR 阳性，安排采检确诊 CT 值11。因为刚他们已经有宣布说放学，后来才临时说下午要在学校。因为按16122的 CT 值正低，如果伫咧学校内面怀疑真有可能是 Delta， 指挥中心扩大课例加隔离措施，包括共班的同学、看班上课的同学，集中检疫14天；共班的同学的出来人有风险集中检疫。迄天8日起过这位个案使用过教室的人，居家隔离14天。为了要避免Delta变种病毒疫情扩大，指挥中心宣布从即马开始到9月初9，桃园市升级2级加强警戒，包括集会活动的人数上限降低，室内50个人，室外100人，卖场超市加强人流管制。并以长照机构除了例外停止探病，陪伴者限定1人。桃园市的中秋节的活动，原则上就停办，包括这个烤肉集会跟这个歌唱。那包括我们各社区各社团那就这个全面停办。有媒体报道，其中1位确诊的机师，伫咧加强版自主健康管理7天的期间，有甲人去食饭，而且伫咧陪澳洲转来台湾航班进前，人有症状刷写无。对此，民航局讲，有掌握到相关资料的约谈当事人，当英也讲积极配合协调，若机组员有任何违反防疫规定的代志，照规定来办。记者综合报道。国内机师发生家庭烧坏事件，机师工会产业服务指挥中心伫完成疫情调查进前，要停止派机师去到高风险国家的场站。指挥中心也表示讲，会甲民航局讨论相关的应对措施。中营航空机组员连续3人确诊，因为技术工会已经真侪摆呼吁指挥中心对外站过暝的机组员，等台湾了居检天数应该比较一般愈加14天，也佫提醒后壁真侪机场外站已经解封，当地工作人员无佫挂喙罨，互机组员染疫的风险佫增加。如今机组员疫情佫起来，工会呼吁指挥中心应该参考奥运模式，派出防疫官加查外站防疫的流程。航班回来之后，执行的第4天就再派飞了，所以它导致跟他同飞的人确诊了。那这样的情况，我们还要再一直发生吗？现在又要再发生一次，难道我们还要再继续一直清零下去吗？我们让什么样才是真正的积极的作为？我请指挥中心这边好好的思考一下。工会也希望伫完成疫调进前，停止派飞高风险场站对工会诉求，指挥中心回应，会甲民航局甲航空公司讨论相关的代志。有相关的，我们会跟民航局来做相关的，跟航空公司一起来讨论这样的一个事情。当然，做所有的一个可能性，让他们互相交叉感染的可能性降到最低。
因为技术的更大亲人确诊，工会也希望技术员的亲人应优先做疫苗。指挥中心指出，国内航空公司的精创技术员疫苗注射率有96%，后创的技术员是94%，目前暂时无亲人先做疫苗的计划。同住的家人在目前来讲，我们大概还是会列在基本的一个就是照着这样来排序在平台里面，倒没有特别的计划让同住的家人先来打。不过这也是可以来思考的一件事情。对技术确诊原因，中营航空表示，公司积极配合疫调调查当中，同时展开内部调查，确实技术员违反防疫规范，将依照规定来处罚。目前已经完成公司的清销，因应新版防疫措施，部分航班也会慢慢来调整。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发生什么代志？带观众朋友来看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后边成员国立陶宛温存懒国用台湾的名义设立代表处，结果却引起中国不满。中国宣布要把驻立陶宛的大使调回去，要求立陶宛嘛会安尼做。后边驻中国代表团副团长伫网络抛一张甲后边成员国驻中国大使做会翕的相片，展现后边就算面对北京压迫，依然未改变立场。来看联合报，疫情警戒虽然已经降到第2级，不过休无薪假的人数却是继续在增加。专家认为，目前主要的问题是失业，不是经济成长率。专家也建议5倍券应该按3倍纾困、2倍振兴来抢救产业。来看中国时报，今年中秋节有4天连假，高公局规划各都暂停收费的时间，嘛会实施高升在管制。另外，桃园市、新北市已经宣布所有的航贸活动拢要停办。那台北市预计后礼拜2讨论敢要开放和平公园和民众航贸。已经冲击旅游产业，国内旅游业即卖也遭自救会要去交通部甲总统府申请，希望伫开放边境进前，爱互旅游业一部分的薪水补贴。西游览车业者也不满中央目前限制旅客人数，互因真歹做生意，甚至阁呛声讲要一人驶一台游览车去指挥中心表达诉求。几排游览车停在停车场，因应疫情，指挥中心游玩限缩游览车违规租载客。因讲是一台车上限10人，业者成本贴悬，市场反应歹，今年靠交通车价、后车业务支持。要靠那个观光旅游啊，6日，你说现在没有开放到30个人以上哦，还是蛮困难的啦。因为那个平衡点不会到。不满上提放定座位数上限到8成，游览车也是限制伫5成。新北市游览车驾驶员资格工会对会员发出内部公告，设立要开游览车去指挥中心，一人一车向电视中进前。部分旅业者也做自救会对边境封锁无法度出团，要向交通部争取薪水补助。恳请政府呢，能给予在国境开放之前，至少给我们4成新的补助。这虽然是车水杯薪，但是至少我觉得对于产业而言，至少也是有。业者表示，旅行业目前需要是纾困，但是无薪水补贴，恐惊年底过多一堆。9月开学了后的国旅小季，有业者是推出平常时双人一日游，上加介绍免1000块。防疫期间成本悬，利润低，业者就是希望能互市场阁活起来。为了要配合政府的一些防疫措施，我们采的是间隔座。那相对于以往一日游的行程，成本是相对来的提高很多。促销行程，那一方面能够活络市场的温度，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可以找回客人对旅游的信心。对旅游业者希望中央进行也纾困，观光局回应，继续甲业者甲相关工会沟通，对业者提出的诉求会协助积极争取。记者综合报道。日本搁再宣布讲要送疫苗予咱台湾，而且这回要送予台湾、泰国、越南总共44万ton AZ 疫苗。驻日本代表谢中庭也证实讲，咱台湾会当摕到64000ton。指挥官陈时中表示，伫台湾的日本人会当大声来注射。9月の上旬にですね、タイ、ベトナムおよび台湾に合計44万回分のアストラゼネカ社製ワクチンを供与することを決定をいたしました。
日本宣布第4届各县疫苗予台湾，这批 AZ 疫苗44万剂，分别予台湾、泰国、越南3国。台湾有希望得到6到7万剂。外务大臣吴伯敏强表示，会伫9月初送出去，协助对抗疫情。总统府甲外交部拢表示感谢，显示台日珍贵的特殊友好关系。雪中送炭的融情跟他们的深厚友谊，外交部再次表达由衷的感谢之意。台湾跟日本之间心手相连、跟患难见真情的温暖的情谊，让我国人深受感动。外部伫记者会也讲到，这摆送疫苗是考虑当地疫情、医疗体制、疫苗摕到当地日本人的状况，这综合评估所做的决定。希望这摆关疫苗会用予当地日本人甲民众来做。指挥中心也回应，这批AZ疫苗会提供伫台湾的日本人先做测试做。那在台的一个日本的朋友，很多人都因为他们国家赠送给台湾，所以他们也就基于这样的一个礼貌他们都不太来施打。那这一次呢，所捐赠来的疫苗，我们会请相关单位来造册，给在台的日本朋友来做施打。日本进前已经送334万剂 AZ 疫苗，加上第4摆就有340万剂，是各国关前的第一名。美国关250万剂莫德纳疫苗，捷克是3万剂，立陶宛2万剂 AZ 疫苗，斯洛伐克也宣布要捐1万剂的疫苗给台湾，不过抢排到台湾的时间拢还无决定。记者综合报道。Delta 病毒滚价，澳洲的确诊病例甲死亡人数是一直创新高。总理莫尔森也向国际讨救兵，先甲新加坡、波兰、英国借疫苗，目前已经借到550万ton BNT 疫苗，要来对抗疫情。澳洲人口大州新南威尔斯初查出现1431件确诊病例，甲12件死亡病例，是疫情爆发以来新冠数字。州长贝尔吉格利安表示，按算未来14天病例会达到高峰，不过伊强调，联系甲互病房大诊所甲做疫苗速度，比确诊数字更加值得关心。I've been having ongoing conversations with the Prime Minister about more vaccines. What we've demonstrated in New South Wales is that almost everybody is keen to get vaccinated. And what has been a challenge for us as a supply is getting the number of vaccines from the Commonwealth so we can encourage all of our citizens to get vaccinated. 目前澳洲16岁以上完全做疫苗比例只有36%，离经济中期计划的抗战7成到8成注射率有真大距离。澳洲当地生产的阿斯特捷利康疫苗供应稳定，不过因为罕见，所被过度放大会甲去踢掉的病例，互真侪澳洲人无愿意做。总理莫里森向国际求援，连续为波兰、新加坡甲英国以成就后行的方式，摕到550万剂辉瑞疫苗。新加坡接获50万剂辉瑞疫苗，初日暗时运到雪梨机场。英国400万剂辉瑞疫苗，这个月也送到位。安尼9月份辉瑞疫苗供应量已经增加1倍。这招来疫苗，澳洲是约好会伫年底12月时阵以同款的数量来行。另外一个同款是因为疫情破开化艰苦的国家南韩，提早宣布即摆社交距离规范，为9月初6延长到10月初3。不过大首尔地区的餐厅、咖啡厅营业时间限制，为暗时9点延长到10点。中秋连假迄一礼拜家族群聚人数也放连到8人。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澳洲的科学媒体中心邀请台湾、英国、加拿大、德国等等10个国家的科学媒体中心做伙讨论防疫措施。各国专家是拢真肯定咱台湾伫边境管制拍拼，不过嘛建议咱国要紧提悬疫苗注射率，延长为国外入境的隔离时间。调查变种病毒侵袭全世界，自本是防疫无患性的纽西兰也无通走险。上大城市奥克兰8月中出现调查集体烧话，历时半年来零本土个案的成果全结束。同款伫咧南半球的澳洲，疫情也搁压起来，对8月30大，逐日都超过1000人确诊。澳洲科学媒体中心这个月初2邀请世界各国的专家讨论疫苗的有效性，其中做第3剂疫苗的实际效益。So boosters might prevent more infections and transmission. The other thing is boosters could help improve immunity to variants. People who might not have responded so well at the beginning to their primary doses might also benefit
from a booster. 专家表示，做第三剂疫苗的安全性评估甲数据，即马也真有限，敢要互高风险族群像老人甲医护人员先来做，避免重症发生，也无定论。不过，Delta 传染的力头大，突破性感染个案是愈来愈多。专家建议台湾除了爱紧想办法增加疫苗的注射率，也爱延长境外入境者的隔离时间。Countries such as Australia, New Zealand, Taiwan, in some ways, did very well at preventing themselves seeing very large numbers of deaths and hospitalizations by keeping COVID out. You just can't do that indefinitely. So at some point, you have to relax, open your borders. And the only way you can do that safely is by achieving a much, much higher level of vaccine coverage than Taiwan has now. Mongolia had probably the most effective quarantine that you could imagine. Their quarantine was 4 weeks. But now, Mongolia is with very high rates of disease spreading all around the country. 面对变化多端的变种病毒，各国拢在想要安怎兼顾经济，也继续增加群体的免疫力。专家要是呼吁疫苗的分配，就要分予病房，才通全球拢平安。记者阿敏金郑派文台北报道。镜头转来到国内，新北有一个80岁姓林的士大人，顶个月27带伊的8岁查某孙到家己佚佗，不过厝内人煞一直等无人转来，经报警，请警方斗找人，要告这个阿嬷甲人拐走。加在昨暗时，警方已经伫汤圆找到人啊。当时他是8月14号来租的，他是跟我签约签1年啊，1个月5500啊。下午有一位女警察来问说有没有一个阿嬷带孙子来租房子，我说没有呢。所以你也不清楚说，因为他当时也没有带他孙女来。由于当事人当时候已经失联将近6天，家属情急之下对阿嬷提告劣诱罪。那么本分局立刻报请新北检检察官王检察官指挥侦办，并火速成立鹰眼小组前往桃园追查。因为这个查某囡仔关节发炎，要长期治疗。囡仔的老母是心肝血倒，顶个月30报警，请警方斗找人。警方调监视器画面，发现阿嬷带孙仔去家己待3天，搁坐客运去汤圆。落尾警方伫汤圆市的一间套房发现因2个人，目前嘛已经甲人带倒转啊。真侪人拢有咧看野音平台 Netflix。不过，即马所有嫌犯伫网络顶头招人做伙订 Netflix 的分享方案，一开始头前1-2个月可会当想看，落尾口罩袂当使用，才发现去互人骗去。全台湾的受害者恐惊有上百人。出名的影音平台 Netflix 提供袂少热门的节目，伫台湾有固定收视群，也有人选家庭方案来省钱，因为每个月390块，会当有一组效果密码，互4台电脑来使用，算来一年差不多1170块，比个人效果俗袂少。不过这个方式互嫌犯用来骗人，伫 PTT 这个网站论坛招民众参加，民众汇钱了后摕到的效果，敢来当用2个月。侦办假账号，在 PTT 及 Dcard 等各大网络社群平台，号召网友团购 Netflix。网飞影音家庭方案，待取信被害人汇款后，即将款项占为己有。警方清查主嫌的小伙，发现陆续也阁有几落百笔钱汇入来，初步估计受害者规台湾拢有，也有超过上百人。消保官是讲，尽量卖甲来路不明的团购，也是比市价俗上济的商品来往，小心防骗。直接跟这个影音平台来付汇来收视会比较保险。如果说有优惠的诱因，我们要慎重考虑这个纠团者的信誉。家人一起合办，会知道登录的人是我信任的。考虑它的风险性，因为毕竟它也是用一个人头的方式去进行，你也不知道会进行什么样的交易啊。消保官也提醒，这个诈骗可能是主嫌买笑服，再搁转予其他人。嫌犯可能干那买1-2个月的收视权，煞骗其他人会当看几年度。影音平台也已经如期办理啊，所以民众恐惊无法度搁甲影音平台讨赔偿。记者综合报道。体育署最近邀请咱同学的选手甲运动教练做伙伫线顶直播开课，一节课敢若有100个名额。另外，大家上界关心的，也是中央的黄金计划，会安怎帮助一寡体育选手日后的发展？就各位，预备，开始。
柔道国手杨向辉甲二人做校庭 PK 3分钟蹦式练习运动，佮同时挑战快问快答。很吵架运气好，还是很帅，但是睡到爆。很帅，睡到爆。原本两人轻松应对，不过倒头算10秒，已经缘分出关机。3、2、1。两人支持到最后，是杨向辉较赢一丝啊。东奥摕金牌倒来了后，伊直出现伫荧光幕，所来去体育署边邀请伊甲射击国手吴家兴、体操国手唐家宏，佮别甲运动教练直播健身课程。民众就网络报名，引起到 Google Meet 包厢连接。吴家兴出席的课程上成满，其他也拢有8到10满。不过运动员的光环因维持偌久是刷落去的挑战。在目前我们国家的制度里面，我们对于选手是一个用完就丢的状态。我所有的几步只到我比赛结束的那一天，顶多再过1天。对，可是当选手结束他的比赛任务的时候，他要回归我所谓的不管是求职也好，或下一个人生阶段也好的时候，他是没有缓冲的。黄金计维持体育署伫东奥进前对有大牌，希望选手实施个人化训练，不过为国成功了后，运动员还有更较长的路要行。体坛人士望望政府不止投入经费训练，国手比赛了后即个发展，也要伫政策当中斗阵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今仔日台湾各地头到外岛地区拢是侪份好天，天气拢真烧热，而且东部、花莲、台东可能会冲36度以上的高温，要尽量避免非必要的户外活动。过到西半部甲东半部山区可能会落短暂的雷公雨，可能会落到大水河顶级，请民众一定要注意。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地区26度到33度。中部地区24度到33度，南部地区24度到32度，东部地区25度到32度，外岛地区26度到32度。阁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早起新闻，我是陈怡珍，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咱再会。